機腳膠究竟係裝喺車嘅咩位置呢？嗱，今日咧剛剛好有奔馳嘅 S500大修發動機，要將成個前橋拆出嚟。咁呢個機腳膠咧就係裝喺前橋嘅呢個位置。成個發動機總成咧就放喺呢兩嚿膠嘅上邊。發動機嘅震動同埋發出嘅噪音都係靠呢兩個支承膠去進行隔離。所以如果呢兩個支承膠下沉嘅話，呢所有嘅震動同埋噪音咧都會傳入汽車嘅內部。尤其咧係當你等紅燈掛住個 D 檔嘅時候。快把我震暈了！車抖得太厲害了。頭先都講咗啦，因為幾百斤嘅發動機總成壓喺呢嚿膠上邊，所以對呢個膠嘅質量要求非常之高。以我25年嘅奔馳維修經驗，我建議大家奔馳 S500嘅發動機咧都係用翻原廠嘅。大家要認住呢個原廠嘅防偽二維碼，原廠機腳膠嘅使用壽命會更加長。對於發動機嘅機腳膠，大家仲有啲咩問題？歡迎評論區留言。我係彭 Sir，點個關注，交個懂奔馳嘅朋友。